好，来乡亲啊，继续来看这个智慧型的手表啊，竟然是卡119来报案救人哦。嘉南市消防局的勤务中心昨中昼接到一通电话，这个电话内底一直重复着坐标的位置。执勤的队员感觉无对同，马上定位来找所在，派救护人员赶到现场。原来是一个70岁太太刹车，都样样要无知觉咯。啊，伊所挂的智慧型的手表啊，家己敲出着紧急的电话去报案，救着这个太太的一条命。119你好。勤务中心接到报案，民众若需要协助派救护车，不过若是电话迄头唔是人，119原来会当随去救援。位置的坐标在纬度25.1399，经度121.7396。喂。Siri 不断重复通报讲一组坐标，消防值班人员一开始听到雾煞煞，一直call拢无回应。接续人员查询坐标进行定位，原来是透过智慧手表及时求救。tiếng车报道的声，这个车速我直接其实讲知影无紧啊，大家拢骑慢慢。我是怀疑讲，他有可能是家己头啊讲无报道。看到的民众随出去斗三工，自杀的机车搁留伫咧现场，照后镜向内弯翘。23号中昼11点外，嘉南市中山2路顶悬一个70岁的妇人人不明原因骑车跋倒，倒伫咧路边，意识未清。不过手头的智慧手表，家己敲电话予119，报出坐标位置，救护车及时赶到位，定位精准，甲事发的地点差无到5公尺的范围。一直重复经纬度。本科执行员立即利用经纬度查询地址。妇人人紧急送病院，目前阁爱查清楚妇人摔倒的原因。不过手头挂的智慧手表，家己报案为患者争取救援时间，救回一命，嘛算是大功劳。Hello， 我是谢嘉璇。想要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